据了解，老岛当中只有台南无设立青年事务的专职局处，所以议员黄家珍伫总质询都来要求跨局处加强青年政策甲资源，嘛因为出生率下降，如何让少年人加生假期伫台南安居乐业，进一步争取成立青年幼儿局。地处市长吴永特表示，将通盘考量。青年跟幼儿，让我们台南市更务实的去考虑到青年的诉求，考虑到怎么样帮助青年能够让他们愿意生养子女。生养子女不光是补助而已，不光是1胎2胎的补助而已，还有如何让夫妻2个人能够安心工作，孩子有一个好的照顾他们的地方。请问一下，青年及幼儿局有没有机会在您下一届任内成为台南市让人觉得充满朝气、年轻的一个局处室？巴议员哦，您能够就是在下个会期下一届，您也能在这边质询，我也能在这边帮你质询的话，我们当然对于需要照顾的老人还有幼儿，还有需要被鼓励的青年人，他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专责机关，来专责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会做通盘的考量。议员这届最后一摆总质询会中相当感慨，向市长建言，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甲听见家己良心的声音。同时，面对议员的监督，一定要控制情绪，临时只爱听歌功颂德。台南新闻管及林英光采访报道。